讲人无千里好，花无百里红。台北金华城开18档，明仔载就要收起来。昨尾仔嘛特别办一个设定仪式，创办人沈庆京嘛来参加见证这个过程。看到这做伙拍拼的老员工，沈庆京伊嘛讲甲目屎流目屎滴，讲伊就唔甘。他们永远是我的同仁，是我的战友。这样子讲他们是员工，我实在太对不起他们了。一讲到老员工，想起永日做伙流汗的遐过去，金华城创办人沈庆京目屎都忍袂掉。他们是永远是我的同事啊，不是工人啊。哭到目睭拢肿起来，面拢红去。沈庆京赶紧摕着卫生纸来擦，除了无奈，阁有满满的悲伤。对着做伙战到底126名员工，嘛早都有安排。有的要退休的，我们就给他们退休。他们也愿意打拼的话，现在也有很多企业相关的单位主管也很欢迎他们，也有的甚至已经都讲好在新的单位来继续服务。球体建筑的灯正在逐层的熄灭，象征金华城正式熄灯。随着电火一盏一盏熄花，嘛参像伫咧讲经营18年的金华城，都要行入历史。有袂少的人是看这栋百货青影甲衰落的石刻，嘛特别来到设定仪式的现场，甲球体建筑来翕相惜别。捌用全世界上大球体建筑物来得名，更加是全台湾唯一24点钟营业的百货中心。对青影到衰落做伙拍拼行过的老员工甲老顾客，这时阵的心内是充满感慨，敢唔甘？记者综合报道。